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Watson Sour 學酒學酒。今個月咧，我哋就會講下 Sake 日本清酒。成日咧有人以為 Watson Sour 只係葡萄酒勁啦，但係其實咧我哋嘅清酒都好有睇頭㗎，有齊晒入門到高階嘅選擇。咁今日咧就由我帶大家去一個清酒速成班，一次過搞掂 Sake 101。由基本分類去到分爽純熟四大風格，保證你下次去居酒屋揀酒嘅時候咧就唔再迷茫啦。開始之前仲要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你嘅朋友，一齊用5分鐘學識日本清酒。要理解清酒，首先要認識幾個中環交疊嘅重要概念。首先咧就係釀造嘅原材料。日本清酒咧可以分為純米同埋 Aluten， 即係酒精添加。咁第一個就係 Junmai 純米系列啦，咁包括純米酒啦、純米吟釀、純米大吟釀，即係完全用米釀造，冇添加釀造酒精。口感咧一般嚟講比較厚重，會帶有多啲米香嘅味道。第二係 Aluten 系列，包括本釀造、吟釀、大吟釀。呢一類酒會加少量釀造酒精，令到酒身更輕盈順滑，亦都可以提升香氣。其次就係精米步合，即係磨米嘅比例。精米咧可以磨走米粒外層嘅蛋白質同埋脂質。一般嚟講，磨走得越多咧，口味就會越純正，少雜味。首先係非吟釀系列，包括純米酒啦、本釀造呢一類嘅酒咧，精米步合就較高，即係磨米比較少，味道咧會比較多米香味同埋紫味。其次就係 Ginjo 吟釀系列，包括純米吟釀、吟釀、純米大吟釀、大吟釀。吟釀就要求磨米磨酒至少 40%， 而大吟釀咧就要求磨米磨酒至少 50%。呢一類多釀出吟釀嘅香氣，包括花香、果香，味道咧會更加細緻、高雅同純正嘅。呢啲分類幫助你理解清酒嘅等級同風格。咁仲有一個指標咧叫日本酒度，咁數字越高就代表越 dry， 越低就代表越甜。酒精度咧通常就介乎12到16%。有啲酒標咧仲會寫到明係適合凍飲或者暖飲。咁識睇呢啲基本嘅資訊，揀 Sake 嘅時候就唔會再覺得迷茫啦。為咗令海外嘅飲家咧更加容易了解日本清酒嘅風格啦，咁日本最具代表性嘅清酒資格認證組織 SSI 將清酒咧就分為分酒、爽酒、純酒同熟酒。而再加上參考品飲葡萄酒嘅形式咧，將清酒以酒體嘅外觀、香氣同埋口感嚟分類。以下就等我同大家逐一介紹呢4款類型嘅味道風格、酒類例子同埋飲用嘅方式同埋配食。分型清酒屬於香氣華麗嘅類型，香氣描述通常係哈密瓜、蘋果、水梨、香蕉。呢種帶有甘甜花香嘅代表酒款咧，就係純米大吟釀、純米吟釀、大吟釀同吟釀。因為米磨得比較多，同埋低溫處理，令到釀造嘅過程會產生比較多嘅花果香味。分型清酒入口清新，酒體輕盈，最適合凍飲。配搭方面，分型清酒咧配搭單一食材、清淡料理或者作餐前酒都好適合嘅，例如係白身魚刺身啦、清蒸海鮮啦、蔬菜沙律啦等等嘅清淡食物。好多初次接觸清酒嘅人咧，都會覺得分型清酒好親切，因為佢嘅香氣同葡萄酒有少少相似。爽型清酒就係代表清爽輕快，咁呢一類清酒咧，通常係本釀造或者純米酒，酒體咧就比較輕盈，口感乾淨，飲落冇負擔。爽型嘅清酒嘅特點咧就係利落，好似一陣清風咁樣。描述咧通常就以檸檬、青檸、香草為主。飲完之後口腔好清新，咁佢好適合配搭炸物、天婦羅，因為可以中和個油膩感，令你食得更加舒服。爽型嘅清酒咧，亦都好適合夏天飲，凍凍地清爽解渴。想要一啲容易入口、唔太複雜嘅酒咧，爽型清酒咧就係好適合你啦。純型清酒意指濃厚同紫味，呢一類清酒米香突出，酒身厚重。飲落咧有米飯嘅甜味同深度。純型嘅清酒通常係純米、特別純米，又或者標示住山縣或者山廢酒母類別嘅清酒，都屬於純型嘅清酒。
釀造方式咧，令酒體更加有層次，飲落去咧，你會覺得有種滿足感，好似食咗一餐豐富嘅飯咁啊！我會以麻薯啦、忌廉、蒸飯等等較濃厚嘅香氣詞彙嚟形容佢。純型嘅清酒咧，好適合配搭燒肉、火鍋、濃味嘅料理，因為佢嘅厚重感咧，可以同食物嘅濃味互相平衡。熟型嘅清酒咧就係熟成嘅味道，呢一類清酒咧會經過陳年，顏色咧可能會偏金黃，味道會帶少少堅果、焦糖、醬油嘅感覺。清酒嘅酒標上有時會標示古酒，咁注意啦，日本酒稅法入邊可以標示古酒嘅清酒咧都係熟成3年或者以上。熟型嘅清酒係魅力係佢嘅成熟穩重，好似葡萄酒嘅陳年酒款，飲落去咧有種厚厚嘅層次感，甚至有少少似雪梨酒添啊！熟型清酒咧，好適合配搭芝士、燒味甚至甜品。佢哋唔係人人一開始就會中意，但係如果你慢慢探索，就會發現到熟型嘅清酒咧有一種獨特嘅韻味，令人回味無窮。分型清酒咧，因為香氣突出，所以通常咧就唔會熱飲。凍飲咧可以更加保持到佢嘅花香果香。爽型嘅清酒咧就好靈活，凍飲、室溫飲都得。純型嘅清酒咧，有時會暖飲會更加好，因為可以更加突出佢嘅米味同紫味。熟型嘅清酒咧就要睇情況啦，咁有時適合室溫飲，有時適合稍微加熱，令佢嘅熟成感咧更加圓潤。呢啲都係清酒嘅樂趣，咁大家可以喺屋企試下，以唔同嘅方式去飲用，揾到自己中意嘅飲法。總結一下 Sake 101咧就係要掌握幾個基本分類，純米系列啦，同埋 Aluten 系列嘅分別，同埋入釀系列同埋非入釀系列嘅分別，再加埋4大風格，分即係香氣啦，爽即係清爽，純即係濃厚，熟即係熟成。咁下次咧去酒鋪或者居酒嘅時候咧，就只要諗下自己想要啲咩嘅感覺，就可以快手揀到啱飲嘅清酒，享受一下日本酒嘅多樣性。下一集咧，我哋就會去一間居酒屋實測，帶大家一齊試下串燒同清酒嘅配搭。咁記得留意啦！中意呢一條片嘅朋友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呢個新 Swai 個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